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你問我揀啲咩股票，我會揀一隻叫新鴻基地產。OK，咁我諗如果你係香港人，我諗你一定會識呢間公司。呢間公司咧，個狀態咧係非常之好啊！出咗一個新盤啦，就係西沙灣。西沙灣咧其實賣200個單位，但係佢已經咧喺前幾日收到16000飛啦，如無意外應該都會賣晒。喺上年咧銷售量嚟講咧，新鴻基係全香港第一名嘅。咁所以你要好清晰一樣嘢，新鴻基呢隻股票咧係喺今年咧係有機會突破高位上120蚊，甚至140蚊。咁點解買港股係要買呢啲，而唔係買一啲叫可能叫科技股？因為科技股唔係世界領先。咁但係如果喺本土嚟講，揀一隻本土實力嘅公司咧，我會揀新鴻基股票。第一，息口向下走，而呢間公司仲派到3.7嘅話咧，其實仲有少少息差。所以咧，第二佢嘅銷售額咧係非常之勁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機會，琴日咧其實95蚊咧，我已經諗住買㗎啦。點知買完之後咧，就變咗99蚊啦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呢一刻啊，99蚊買唔買咧？其實分住買入都得。咁如果有機會咧，見到90蚊附近咧，更加要去買多少少。OK， 咁所以咧，簡單啲嚟講咧，今年對新鴻基地產嘅預測係大概可以去到120蚊至140蚊。如果你收埋息嘅話，應該如果到120蚊咧，係有機會有20%回報嘅，好嘛？想知道嚟緊嘉 Sir 點樣部署指數？加入我哋免費投資交流群組，一齊升 level。